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喺馬來西亞訪問期間主持香港駐吉隆坡經濟貿易辦事處嘅開幕典禮。新經貿辦嘅服務地域範圍覆蓋馬來西亞、文萊、老撾同巴基斯坦。丘應樺表示，東南亞國家聯盟穩佔香港第2大貨物貿易夥伴，而馬來西亞係香港第8大貿易夥伴。新經貿辦肩負重任，致力深化香港同呢一個策略性地區嘅經貿同投資聯繫，鞏固香港喺區內嘅影響力。佢又感謝馬來西亞政府嘅全力支持。丘應樺亦都率領商貿代表團出席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嘅成就機遇首選香港研討會同午宴。佢致辭嘅時候話：喺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供應鏈重塑以及科技變革之下，環球經濟正係經歷深刻變革。香港憑住佢嘅核心優勢，可以成為馬來西亞嘅夥伴，共同應對日益複雜嘅外圍環境。香港亦都可以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角色，支援馬來西亞商界發展。企業可以透過香港進入內地，尤其係粵港澳大灣區嘅龐大市場。研討會期間，丘應樺亦都見證4間香港傳媒同馬來西亞傳媒以及其他機構簽署多份諒解備忘錄。香港貿發局亦都同當地商會等簽署諒解備忘錄，促進交流同合作。